你知唔知每日朝早我哋行入去人山人海嘅街市，諗住買啲生猛游水海鮮、新鮮水產返屋企，諗住整返味清蒸、白灼或者煲個老火靚湯俾屋企人補下身，但其實你可能親手將一大堆密密麻麻、肉眼未必睇得清嘅致命寄生蟲買咗返屋企，甚至乎有好多人當成係極品補品，日日食、夜夜食嘅高檔水產，喺顯微鏡下面，佢哋嘅肌肉同內臟其實係塞滿晒一條條喐下喐下嘅蟲卵同幼蟲。呢啲蟲一旦入咗你生仔，唔單止會咬穿你個胃，破壞你個肝，嚴重嘅話仲會爬入你個腦度築巢，嚴重影響神經，分分鐘連命都冇。今時今日，大家對食安問題越來越關注，但偏偏有好多根深蒂固嘅飲食誤區，仲喺香港家庭甚至各大食肆度天天上演。今集我就同大家一齊行入街市，逐一踢爆呢5種全個身都係寄生蟲嘅高危水產，話俾大家知點解好多人當係補嘅嘢，其實係健康嘅計時炸彈。同時，我亦會公開4大最重要嘅保命原則，等大家下次去街市買菜嘅時候可以精明選購，真正食得安心又健康。講到街市最常見，亦係最多香港阿媽中意買嚟煲湯燉補品嘅水產，首當其衝就一定要講黃鱔。好多人都聽過一句老話，話黃鱔冬令大補，甚至有人誇張到話一條黃鱔嘅營養價值高過一隻雞。所以喺街市嘅魚檔，經常都會見到一條條滑溜溜、黃澄澄嘅黃鱔喺度游。好多老人家一見到就即刻對眼發光，執返幾條返去，一係就用嚟同北芪、黨參一齊燉湯，一係就做生炒黃鱔片，覺得咁樣可以補血強身、壯筋骨。但係大家可能完全冇諗過，黃鱔其實係成個水產界裏面其中一種感染惡口線蟲比例最高嘅宿主。呢個絕對唔係嚇你，惡口線蟲係一種極之恐怖嘅線形寄生蟲。如果大家有機會將一條生嘅黃鱔放入實驗室嘅顯微鏡下面睇，你就會發現幾乎每一條黃鱔嘅肌肉、血液同內臟裏面都隱藏住一條條細細長長、呈透明或者微紅嘅幼蟲。呢啲惡口線蟲嘅生命力強到令人髮指。有好多人以為買黃鱔返去用滾水渌一渌，或者喺鑊度快炒幾下，見到肉質變咗色，熟熟地就食得。更有好多中意食香口嘢嘅朋友，最中意食嗰種所謂嘅生炒鱔片，貪佢夠爽口、夠彈牙。但係正正就是因為追求嗰種爽脆嘅口感，好多時候烹調嘅時間根本就唔夠。惡口線蟲嘅幼蟲喺短時間嘅微熱裏面係完全可以生存落去。當你將呢啲冇徹底煮熟嘅黃鱔肉食落肚之後，悲劇就會發生。呢啲惡口線蟲嘅幼蟲唔會乖乖地留喺你個胃度被胃酸消化，佢哋嘅頭部有非常尖銳嘅嘴巴同鈎子，會直接咬穿你嘅胃壁或者牆壁，進入你嘅腹腔，然後開始喺你全身上下四處游走。佢哋游到去邊度，嗰度嘅組織就會遭到破壞。如果佢哋游到皮下組織，你就會見到自己嘅皮膚表面出現一條條紅腫、發癢，甚至會移動嘅紅線，就好似有嘢喺皮下面爬緊咁。最恐怖嘅係呢啲幼蟲有機會順住血液循環一路爬上去，穿過血腦屏障，直接進入你嘅大腦。一旦惡口線蟲入咗腦，就會引起極其嚴重嘅嗜酸性粒細胞性腦膜炎，導致病人出現劇烈頭痛、嘔吐、抽搐、癱瘓，嚴重嘅話會直接致命。就算執返條命，都好可能會留下一輩子嘅神經系統後遺症。所以黃鱔雖然補，但如果處理不當，真係隨時會變咗攞命嘅毒藥。跟住落嚟要講嘅第2種高危水產，同樣係好多香港人去酒樓或者大排檔食飯時最中意點嘅名貴菜式，亦係好多人心目中嘅滋補聖品白鱔，即係我哋俗稱嘅鰻魚。白鱔同黃鱔雖然都有個鱔字，但生活環境唔同。白鱔通常會喺江河同大海交界之處生活，或者喺淡水養殖場長大。白鱔嘅肉質非常之肥美，油脂豐富，無論係用豉汁蒜蓉蒸、即白鱔煲，定係古法炆白鱔，嗰種入口即化、香濃濃郁嘅口感，真係諗到都流口水。
因為佢賣得比一般魚類貴，好多人都覺得佢係大寶之物，含有豐富嘅維他命同骨膠原，對皮膚好，對身體又有益。但偏偏白鱔同樣係寄生蟲嘅重災區。喺白鱔體內最常見嘅寄生蟲就是二尖線蟲或者各種吸蟲。有好多魚販同廚師會同你講，白鱔油脂咁多，蒸嘅時候要啱啱好，蒸到魚肉啱啱離骨，帶點嫩滑就最好食。千萬唔好蒸得太老，否則肉質會變韌。但問題就出喺呢度，白鱔嘅肉質非常之厚身，而且油脂層極厚。呢種物理結構導致熱力非常難喺短時間之內完全滲透到魚肉嘅最深處，特別是靠近脊椎骨嘅位置。如果蒸魚嘅時間計得太準，或者火力唔夠猛，外面望落去好似熟咗，但最內層嘅肌肉溫度可能只有攝氏50-60度。呢個溫度對於寄生蟲嘅幼蟲嚟講，簡直就係暖水涼，根本殺唔死佢哋。更何況而家好多人中意跟隨日式食法，將白鱔做成蒲燒或者慢火生烤。如果烤嘅過程時間不夠，寄生蟲就會被完好無缺地送入食客嘅口中。當你食咗呢啲帶有活蟲嘅白鱔肉，二尖線蟲就會喺你嘅胃黏膜上轉動，引起急性劇烈腹痛、噁心、嘔吐。症狀同急性腸胃炎或者盲腸炎非常相似，令人痛不欲生。臨床上好多個案，醫生都需要用胃鏡，親手用用紙將一條條喺胃壁度瘋狂亂轉嘅白色蟲體拔出嚟，畫面極之震撼同惡心。第三種水產喺近年嘅夜市同大排檔簡直紅透半邊天，甚至成為好多後生仔女每逢放工、放假聚會時必食嘅宵夜首選，那就是小龍蝦，或者叫麻辣小龍蝦。近年香港亦開咗好多標榜正宗川菜、湘菜嘅食肆，一盤盤熱辣辣、紅卜卜、落竹花椒、八角同辣椒嘅麻辣小龍蝦端上台，大家戴住手套，一隻接一隻咁剝殼，吸蝦頭入面嘅蝦膏，覺得風味十足，刺激又過癮。好多人覺得小龍蝦夾殼後，又用咁多重口味嘅香料，經過咁高溫嘅油炸同燜煮，入面點會有事啊？就算有蟲，都肯定被啲辣油同高溫殺死晒啦。但實情是，小龍蝦嘅生理構造同它們生長嘅環境，決定了它們是全個水產界中最骯髒、大蟲量最驚人嘅生物之一。小龍蝦非常耐污染，它們通常生活喺水底嘅泥沙，甚至是一些水源相對污濁嘅溝渠同死水潭裏面。這種底棲嘅生活習性，令到它們嘅外殼、腮部，特別是頭部嘅內臟，極容易積聚大量嘅細菌同寄生蟲。小龍蝦係肺吸蟲，即係衛氏平直吸蟲嘅第二中間宿主。肺吸蟲嘅囊絡非常喜歡寄生喺小龍蝦嘅肌肉同頭部嘅肝胰腺，即係大家最中意吸嘅所謂蝦膏裏面。好多食肆喺做麻辣小龍蝦嘅時候，為咗追求蝦肉嘅彈牙同鮮嫩口感，往往只會將小龍蝦放入油鑊度快炸10幾秒，然後再放入醬汁度兜炒幾下就起鑊上台。咁樣嘅烹調方式，外殼睇落去雖然紅當當，但蝦頭深處同厚實嘅蝦尾肌肉內部，溫度根本未達到徹底殺死肺吸蟲囊壓嘅標準。更致命嘅是，好多人最精髓嘅食法是去吸蝦頭，覺得嗰度最入味、最濃郁。殊不知，蝦頭是小龍蝦所有內臟集中嘅地方，亦是肺吸蟲最密集嘅大本營。當你吸一口蝦膏，隨時就將成千上萬隻肺吸蟲嘅幼蟲直接吞咗落肚。呢啲肺吸蟲入到人體之後，會穿過牆壁，經由腹腔穿過膈肌，直接爬入你嘅肺部。它們會喺你嘅肺部築巢、產卵，破壞你嘅肺部組織，導致你開始出現慢性咳嗽、咳血、胸痛、呼吸困難等症狀。好多時候，病人去照 X 光，會發現肺部有陰影，往往會被誤診為肺結核或者肺癌。最後做手術切開或者做詳細檢查，才發現入面竟然是一堆活生生嘅肺吸蟲喺度蠕動。更嚴重嘅是，肺吸蟲亦有機會迷路爬入大腦，引起腦部病變。第四種要提嘅水產，亦是香港街市魚檔最常見、最平民化嘅淡水魚之一——生魚，即係威勢。喺香港嘅飲食文化裏面，生魚嘅地位非常高。每逢有人大病初愈，
開完刀做完手術，或者生過生仔、生完 BB， 屋企嘅長輩就一定會去街市買條生魚返嚟，加埋西洋菜、陳皮、蜜棗，或者加點生薑、淮山、杞子，煲一鍋濃濃嘅生魚西洋菜湯，或者生魚豆腐湯。老人家常話，生魚有生肌斂口嘅功效，可以幫傷口快啲愈合，還能補氣血、去濕毒，所以生魚湯喺香港人心目中簡直就是百病皆宜嘅頭號天然補品。但是生魚作為一種兇猛嘅肉食性淡水魚，它喺食物鏈嘅位置比較高，專門吞食其他細魚、蝦同水生昆蟲，這亦導致它成為淡水寄生蟲，特別是華茲告吸蟲，即係我哋俗稱嘅肝吸蟲嘅超級大宿主。肝吸蟲嘅幼蟲，即係囊幼，會大量寄生喺生魚嘅肌肉纖維入面。雖然大部分香港人煲生魚湯都會煲足1個鐘甚至2個鐘以上，喺長時間嘅滾水大火烹煮下，寄生蟲確實會被徹底消滅。湯水本身是相對安全嘅，但問題往往出喺處理過程同家庭烹飪嘅其他食法上面。首先，好多人為咗追求生魚肉質嘅鮮嫩，有時候唔係攞嚟煲湯，而是攞嚟做生魚片打邊爐或者油浸生魚片。打邊爐嘅時候，好多人將切得薄薄嘅生魚片放進湯底度，隨便夾住晃動2-3下，看到魚肉表面一變白，就急不可待地擺入口，覺得咁樣最滑。但其實中間嘅肉質可能根本未熟透，活生生嘅肝吸蟲囊液就咁被吃進體內。更可怕嘅是交叉污染。當你在廚房宰殺、切配生魚嘅時候，生魚肌肉入面嘅寄生蟲、幼蟲會黏附喺你嘅砧板、菜刀，甚至你嘅雙手上面。如果你切完生魚，隨便用抹布抹一抹個砧板，接住又用同一塊砧板、同一把菜刀去切拍青瓜、切生果或者切叉燒，呢些直接入口嘅熟食就會被寄生蟲污染。你以為自己冇食生魚片就安全，結果卻因為生熟不分而中招。肝吸蟲一旦進入人體，會精準地爬進你嘅膽管同肝臟裏面定居。它們嘅壽命非常長，可以喺人體內活足20年到30年之久。它們喺膽管內不斷吸血、產卵，會導致膽管發炎、阻塞，引發肝腫大、黃疸、膽石。長期下來，膽管上皮細胞受到持續嘅慢性刺激，會發生惡性病變，大大增加了患上膽管癌呢種死亡率極高嘅癌症嘅風險。最後一種，亦是全場最危險、最引發爭議嘅淡水水產，那就是廣泛用於製作順德魚生嘅各種淡水魚。其中最典型嘅代表就是鯇魚，即係草魚。講到順德魚生，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不陌生。順德作為美食之都，其魚生文化名揚四海，將新鮮撈上嚟嘅鯇魚放血、去皮，切成薄如蟬翼、晶瑩剔透嘅魚生片，然後配上檸檬葉絲、橋頭絲、薑絲、蒜片、花生碎、橋頭，最後淋上少許花生油同鹽拌勻，食落口嗰種極致嘅鮮甜、爽脆、油潤，真係令無數饕客流連忘返，讚不絕口。近年來，隨住高鐵開通同兩地往來頻繁，越來越多香港人會趁住週末北上消費，特登去到順德或者深圳嘅食肆，點一盤地道嘅順德魚生，覺得這才是真正懂得追求美食嘅老饕表現。甚至乎有部分膽大嘅市民，見到香港一啲街市有新鮮鯇魚賣，還會要求魚檔老闆幫手切片，諗住買返屋企自己仿效整魚生食。但這簡直就是喺同死神玩俄羅斯輪盤。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各大國際醫學權威機構早就已經將淡水魚生列為極高風險嘅1級致癌物活動。點解？因為中國南方嘅淡水流域是肝吸蟲嘅重度流行區，鯇魚等理科魚類是肝吸蟲最主要嘅第2中間宿主。根據食安部門同疾控中心嘅多年抽樣調查，喺流行區嘅養殖場裏面，鯇魚嘅肝吸蟲感染率高得驚人，有部分地區甚至高達90%以上。換句話說，你點一盤順德魚生，裏面幾乎注定含有活生生嘅肝吸蟲囊液。好多人會駁斥話我食咗咁多年都冇事，或者話順德人天天食，個個都活到80-90歲啦。這完全是一種存活者偏差嘅盲目自信。肝吸蟲感染後
好多人在初期甚至幾年內係完全冇任何明顯症狀嘅，它是慢慢默默地吞噬你嘅肝臟健康。當你到咗40-50歲，突然覺得食慾不振，右上腹隱隱作痛，人越來越瘦，去醫院一檢查，往往已經是肝硬化晚期或者膽管癌。更致命嘅是，民間流傳住無數關於點樣殺死魚生寄生蟲嘅荒謬誤區。最常見嘅3大謬論就是點芥末、蘸高度白酒或者蘸高濃度嘅醋。好多人覺得芥末咁辣，白酒酒精濃度咁高，醋咁酸，蟲仔點可能頂得順？沾一沾肯定死晒啦！實驗室做過無數次對比實驗，將含有肝吸蟲狼日嘅魚肉浸泡喺高度白酒、純正飽和芥末醬或者高濃度老陳醋裏面，結果發現呢些幼蟲喺裏面浸泡超過半個鐘，甚至1個鐘以上，依然活蹦亂跳，生命力完全冇受到實質影響。你食魚生嘅時候，魚片喺芥末或者白酒裏面，頂多沾了2-3秒鐘，這對於寄生蟲嚟講，連路癢癢都不夠。那些所謂嘅殺蟲方法，純粹是人類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編造出來嘅心理安慰劑。你吞下去嘅依然是活生生嘅寄生蟲。睇到呢度，大家可能心都寒晒，覺得街市好似處處埋伏，呢個又唔食得，那個又話有蟲。難道以後我哋香港人要戒絕所有水產，餐餐魚素？當然唔使。身為精明嘅香港市民，我哋唔需要因噎廢食，最緊要係掌握科學、有效而且切實可行嘅防禦手段。街市買蟻4大保命原則，為咗確保全家人嘅飲食安全，從今天起，大家去街市買蟻同喺廚房煮飯嘅時候，必須要鐵定執行以下4大保命原則。原則1：生熟必須徹底分開。呢條原則是重中之重，亦是最多家庭主婦最容易忽略嘅細節。喺香港，好多家庭嘅廚房裏面，往往只有一塊砧板、一把菜刀，由朝用到晚。洗完生魚喺上面切，切完生魚用水沖一沖，接住又攞嚟切燒肉、切白、切雞或者拍青瓜整涼拌。正如我前面提到生魚時所講，寄生蟲嘅幼蟲體積非常細小，它們會牢牢黏附在砧板嘅木紋、塑料刮痕以及菜刀嘅表面。如果生熟不分，這些活蟲就會通過交叉污染，直接黏到不需要經過烹煮嘅熟食上面，被你食落肚。所以屋企必須準備至少2塊甚至3塊砧板，一塊專門切生肉、生魚等生鮮食材，另一塊專門切已經煮熟嘅肉類、叉燒或者直接生食嘅生果同蔬菜。不僅砧板要分開，菜刀甚至洗菜洗魚用嘅水槽和盛載食材嘅器皿都要嚴格區分。用來裝過生魚、生蝦嘅盤子，未經徹底清洗同用滾水消毒之前，絕對不能用來盛放熟食。每次處理完生鮮水產，必須立刻用返造水洗淨雙手，千萬不要沒洗手就去拿筷子或者偷食台上嘅熟食。原則2：徹底煮熟是唯一王道。請大家一定要記住4個字：熟透才食。寄生蟲雖然生命力頑強，能耐酸、耐辣、耐酒精，但它們本質上是蛋白質組成的生物。它們有一個無法逆轉嘅致命弱點：怕高溫。要徹底消滅水產裏面嘅所有寄生蟲和細菌，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高溫烹調，讓食材嘅中心溫度達到攝氏70度以上，並且維持至少幾分鐘。當你喺屋企整豉汁、蒸白鱔、炆黃鱔或者煲生魚湯嘅時候，千萬不要過度追求那種剛剛斷生、帶有一絲血絲嘅所謂極致嫩滑。特別是白鱔和黃鱔，它們嘅肉質厚實，必須延長蒸煮嘅時間。蒸魚嘅時候，要確保用大火，足夠嘅熱蒸汽，將魚肉徹底蒸至離骨，肉質由透明完全變成純白色。打邊爐嘅時候，夾生魚片或者其他海鮮切片，不要像蒜肥牛那樣晃2下就吃，必須放進滾湯裏面，耐心等待它完全捲曲、變色、煮透，確保中心部分都受到高溫照射，才撈上嚟享用。原則3：拒絕食用任何淡水魚生。這條原則沒有任何妥協嘅餘地。在任何情況下，
都絕對不要生食任何淡水魚、淡水蝦、淡水蟹或小龍蝦。有很多人會說，我去高檔日本料理店食嘅刺身，不也是生魚片嗎？為什麼日本刺身就安全？這裏有一個核心嘅概念差別。正宗刺身所使用嘅是三文魚、吞拿魚、鯛魚等深海魚類。海魚雖然亦會感染寄生蟲，但因為海洋環境嘅高鹽度以及深海魚嘅寄生蟲與人類嘅生理結構相差較遠，它們進入人體後通常無法長期存活或發育，風險相對淡水魚低。當然，海魚刺身亦必須經過嚴格嘅低溫冷凍殺蟲程序才算安全。然而，淡水魚所生長嘅池塘、河流環境與人類嘅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淡水寄生蟲是完全適應在哺乳動物，特別是人類體內寄生繁殖嘅。它們進入你體內，就是找到了完美嘅家。所以，無論是順德魚生、潮汕魚生，還是任何標榜野生、純天然、山泉水養殖嘅淡水魚生，都必須一律拒絕。大自然嘅山泉水雖然清澈，但裏面同樣充滿了野生動物嘅糞便同中間宿主螺類。野生淡水魚嘅寄生蟲感染率往往比人工科學養殖嘅還要高。不要聽信任何人說用好酒好醋能殺蟲嘅鬼話。面對淡水魚生，唯一的保護方式就是一口都不吃。原則4：明智選擇可靠水源與商戶。最後，我們作為消費者，去街市外去嘅時候，要學會挑選，盡量光顧信譽良好、受食環署嚴格監管嘅正規魚檔同連鎖超級市場，不要為了解省幾塊錢，去光顧街邊那些無牌經營、用木盤裝住魚蝦、到處擺賣嘅流動小販。正規魚檔嘅水產通常有定期的監測同合法的來源渠道，安全係數相對較高。另外，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海鮮刺身，必須購買包裝上明確標注刺身級或者經過符合國際標準冷凍處理嘅海產。這種極端嘅低溫冷凍程序是國際公認，除了高溫之外，另一個能有效凍死寄生蟲、幼蟲嘅科學方法。而我們一般家庭冰箱嘅冷凍室，溫度通常只有攝氏零下幾度到10幾度，是根本無法達到殺死寄生蟲所需嘅低溫同時間標準嘅。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去街市買一條普通海魚，放進自家冰箱雪一晚，第二天就拿出來當刺身吃，那是非常危險嘅行為。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常言道，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我們追求美食，追求滋補，出發點都是為了自己同屋企人嘅身體健康。但如果因為缺乏科學嘅食安知識，盲目追求口感，聽信民間偏方，將充滿寄生蟲嘅水產當作補品，天天食用，最後受苦嘅只會是自己嘅身體。今天同大家分享呢5種高危水產同4大保命原則，就是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嘅同時，能多一分理性與警惕。每一次走進街市，每一次拿起菜刀，都能做到生熟分開，徹底煮熟，用科學嘅態度守護全家人嘅舌尖安全、健康生活。從每一個飲食細節開始，